头玻璃电动会办活动，推广到美人腿卡白笋，特别邀请到历届美人腿的公主等来参加。 玻璃电农会举办咖啡笋农田体验，邀请大人囡仔来遮参加，小解咖啡笋特产，嘛推广食农教育。今天特别结合了食农教育，那来到我们这个茭白笋的这个园区里头呢，带着大人小孩一起来这里体验。为了推广咖啡笋的产业，主办单位邀请大概美人腿公主等来后头厝，带家己的宝贝同齐体验。我们的历届的茭白笋公主有的已经结婚生小孩了所以带着小孩来我们田间体验。透过农田的体验，让民众了解咖啡笋的产业。理工理事组找咖啡笋旅行活动，内容有美人腿公主的选秀，更有美丽过咖啡笋品鉴和优秀农友的表扬。是个欢迎大家来遮参加。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